客廳景東南，呢個單位兩房間隔，入門口有個飯廳位、客廳位、露台，露台可以放啲雜物啦、晾衫啦，跟住房間轉咗好多櫃啦，同埋儲物啦，上格床，主人房亦都好大，擺張雙人床，望內園，馬路翠屏花園嗰邊。呢個單位睇上去都好實用，有興趣過嚟睇下，或者有想比較多啲都可以揾我